播放清单里面影片缩图上下调整顺序。这是26岁的话，南朝宋齐梁陈，齐，然后梁，那南朝的齐叫做南齐，萧道成创立。萧道成是西汉初年三杰。张良韩信萧何，那个萧何的第24代孙叫萧道成，萧道成创立建立南朝的齐国。到了梁朝，有梁武帝萧衍，被称为菩萨皇帝。虔诚信佛，受了菩萨戒。但是梁武帝要渡他，因为执着功德，话不投机，后来没有成功。然后达摩祖师就到北朝嵩山少林寺面壁了9年了，后来度了神光。不知一字到底万法归一，归何了？是以神光拜达摩，少林立学，为何事啊？只求一字超阎罗，得到名师一字，也得到真传的话，可以超脱生死轮回啊，就不必到地府阎罗王那边报道受审了。要赶快求道啊！真的大道普渡啊，得名师指点啊，得了三宝心法，然后天堂挂号，地府除名，再生没有还道拜斗啊，归空以后是到弥勒净土，有吃素的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爱欲；没有吃素的到弥勒外院，号称小极乐呢，所以还是要吃素比较好。到了内院比较快成佛，外院的话享乐啊，还是有那个堕落的危险。宋齐梁陈按靠近左边那个等于的符号，就按住几秒可以上下移动。宋齐梁陈，南朝的齐叫做南齐，然后来梁，然后来陈，陈还没有送上来啊。然后北齐是北方北魏，然后后来分裂为东魏，东魏变北齐，西魏后来变北周，然后杨坚篡北周，统一北方建立了隋朝了，然后又灭南方。是南朝4代是宋齐梁陈那个陈，灭了陈。那魏，你看这个魏是所谓的北魏，后来分东魏、西魏，东魏变北齐，西魏变北周。这个魏啊，魏书，你们看到魏书100多部影片哦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汉书、《三国志》都有，还有附加那个《三国演义》的、《古文观止》的、中国历史的题库诶，中国文化史的题库诶，还有日本的研究《史记》、研究司马迁的那个文章呢，用电脑程式来念，然后把它报考 BALA、BOLKA， 把它报考 BALA、BOLKA， 网络可以搜寻了，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呢，自动念文稿，这个叫有声书啊。